过来看国防特别条例到当时也无共识，有风声就讲美国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伫咧传习会进前就要通过军购版本。前美国在大协会处长嘛呼吁立法院就要支持国防预算来抵抗中国的威胁。条约按算27会继续来协商。中共继续对台湾文攻武吓，国防部26公布查到共计28架次，其中18架次超越大海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空域，强化自我防卫论性非常重要。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苏道文26受邀请参加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主题演讲时也讲到，最近美国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时强调，美国两党对台湾一致支持，呼吁立法院通过支持增加预算来对抗中国威胁。The delegation also, however, encouraged passage of Taiwan legislation supporting a budget increase to enhance Taiwan's defense strength against threats from China. U.S. polls have consistently found broad U.S. support for Taiwan's defense. 立法院条约对国防特别条例草案军事顾问金额有关无共识，27会继续来协商。传出美方对着立法院长韩国瑜施加压力，爱立法院伫传习会进行通过军事顾问版本。民进党主席黄国昌办国防论坛，讲这个军事顾问对外界关心金额是不是达到8700亿，伊明确讲即阵无这个版本。美方是不是有施压韩院长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目前为止并没有所谓8100亿的版本。民进党立委陈冠廷指出，中东战术牵动全球战略格局，让台湾伫军购产线顶面面临甲中东盟友竞争优先顺序压力。伊呼吁立法院赶紧来审议军购特别条例。特别条例里面，我们要尽快的来去审议，来去确保说我们未来有足够的这个优先顺序在前面。虽然是只有少少的条文，但确实可能是要挑灯夜战的。协商的过程当中，那或许会花一些时间，但是我也希望明天的协商能够有一些初步的好的结果。国民党立委也呼吁各党在讨论过程中应该秉持3项原则，包含节省国家的预算，也有信心使用纳税人的钱，以及认同国防建军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